戏剧比赛的第2名。哇，成绩那么优秀。对。参加我们那个传统运动会，对不对？对，就代表出来带动。对啊。记得那个时候是郝市长，也好喜欢。喜欢，对不对？喜欢跳。哦，你们这一班真的太优秀了。就每一个原住民，不要说我们这一班原住民都很优秀。我们原住民都是同一班啊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是同一班。你看我们的海树尔大校长已经开始在酝酿他的手脚，还有我们的议员，哇，林校长，还有议员夫人呢。议员夫人，对，议员夫人，请你出来，你也是公务班的，公务班来，出来，忘记了啊，议员夫人出来，你结婚了就没有来跳舞，对，你更要出来跳，才能保持身材，来最后一次，来。不欢迎我们议员夫人，哎，一起，那是我们这班的，因为今天他准备他的婚事，所以他旷课了几堂课。其实这一支舞他也很会跳，你看。从我们哥伦比亚大学回来的哦，就是会同手同脚哦。哎，而且漂亮哦，同手同脚漂亮，你看，夫人加油哦。好，等一下哈，我们最后几节目就是要跳这个大配舞，是这首歌曲，大家注意一下那个动作。对，顺山简单。